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我来介绍的两个运动：风尘土、拍尘土、剪刀水、胖胖破。风尘土、拍尘土、剪刀水、胖胖破，也是同一种菜啊，一种菜哈。也在破的是特别介绍一下破，也浮起来的浮，它有好几个发音哈，因为也都会使老个土为了押韵，按住读作破较拄好，今日可以读作腐，腐以后的腐，好，你做得。来看答案哈，给答案就会雕菜耶，好，雕菜就是茄子啊，紫色的茄子有没有？紫色茄子有的茄子是，有的你把它切开的时候皮有的是紫红色的嘛，它会浮在水上哈，